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6年3月初3。今日这个经文是诗篇128篇，以赛亚书65章第17节到25节，罗马书第4章第6节到13节。今日要给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应允实现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基督信仰中间最重要一个基石。如果上帝是一位无法度实践伊的成立的上帝，那安尼就无迄个信的基础。咱的信其实是基督信仰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啦。检查上帝应允实现需要时间，检查上帝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应实现，但是上帝既然是所应允的，伊必然实现，这是无必要去怀疑的代志。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，先知提到着上帝的话，安尼讲：上主讲，恁看，我要创造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过去的代志袂阁记忆，袂阁怀念。恁着因为我伫创造的一切永远欢喜快乐，为着我要创造的耶路撒冷来充满欢喜，为着城内的居民充满快乐。我因为耶路撒冷来欢喜，因为我的子民来快乐。城内袂阁再有低哭的声，嘛袂阁听见哀哭的声。伫遐袂阁有简单活几日的婴仔，嘛袂阁有岁数未满就死去的老人。正100岁死去的人，人嘛想讲伊还少年；正要到100岁的人，人会讲伊是受咒诅。伊会起厝家己住伫内面，因会种葡萄园，食园内的果子。因起厝袂互别人占去住，因栽种袂互别人抢去食。树活偌久，我的子民嘛会活遐久。我的选民会久长享受劳苦得到的成果，因会劳碌袂落空。因生的囝儿袂拄着灾难，因为因是上帝赐福的人的子孙。因为后代嘛是安尼，因要袂求叫我就应允，因要得讲我就应答。豺狼甲羊羔会做伙食，狮亲像牛食草。蛇的食物犹旧是土粉，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有伤害，嘛无有迫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新天新地，毋是人会当用手所做会到的。若毋是借着上帝的应允甲恩典，就无法度来成就。就亲像保罗的教导提醒咱的，基督徒无法度靠家己来成圣称义，佮较毋是靠着律法行为来得救，乃是因为咱相信上帝是信实的。愿意全然将家己交托给上帝，安尼才会当得到上帝的应允。罗马书第4章第6节到13节，保罗非常强调迄个因信称义的应允实现，是透过相信。这嘛是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的老爸真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大笔嘛有讲起无靠行为互上帝甲伊算做义人有福气。伊讲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主无算伊有罪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安尼，即个福气只有互受割礼的人是无？毋是。嘛，互无受割礼的人，因为咱已经有讲，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甲伊算做义，是安怎算？是伊受割礼以前，还是以后？是割礼以前，毋是割礼以后。
后来伊有受割礼，即个割礼是一种诶记号，印证伊还未受割礼进前就是对神和上帝接纳来做义人。遐个无受割礼的人，因为信上帝有接纳因做义人，通互亚伯拉罕做遐个无受割礼的信徒的祖先。伊嘛是受割礼的人的祖先，因若受割礼，嘛有照咱的祖先亚伯拉罕受割礼以前信心的模范的生活。上主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要互因承受世界最产业。这个应允毋是通过律法，是通过信来得到的义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伊人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墓伫厝内，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围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枝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遐尼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互你，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的繁荣，愿你会看到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恳求主爱怜悯的上帝帮助阮坚定的相信，抱着一个真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上帝，因为阮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，所应允的必然会实现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